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11月2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就业，聊一聊农村。今天我在网上看到2篇文章，说的都是跟就业、跟农村有关。一篇文章叫《經濟下行最難的不是農民，而是城鎮戶口人員》。他這個文章主要講的這個生活在縣城裡面的這麼一群人，他們不是農民，他們是城鎮戶口，但是縣城又是空心化，在縣城裡沒有工作，那他們又回不到農村，所以說非常尷尬，沒有工作，那這些人的日子可想而知啊。還有一篇文章呢，叫《經濟下行，提前回家的人逐漸多了》。這個講的就是很多在城裡打工的人，這年底了反正都沒工作，乾脆回家過年。結合最近對吧，農業農村部說的防止規模性返鄉滯鄉，是吧？在這個大背景下討論這些也變得十分有意義。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關注到年底了，裁員潮還是來了。網傳這個貝殼就是那個貝殼找房房產中介要裁員50%，但是有人說是裁員30%，這都是傳言呢。這個貝殼找房裁員是迫不得已，恐怕大家也能理解他扛到現在才裁员，實屬不易。一個房產中介恆大暴雷的4年了，他挺到現在才裁員，那些房地產開發商人都已經裁光了。這個貝殼找房裁員主要是對吧，他這個 Q3 業績暴跌就是紙包不住火沒有辦法了。本來想以時間換空間是吧，扛到這個樓市回暖，結果樓市遲遲難以回暖，他們的業績沒有辦法再遮遮掩掩了，對吧？作為一個上市公司，那怎麼辦呢？裁員是唯一的應對年底了裁員，這是天經地義就是很多企業經營遇到問題，業績遇到問題，那麼他要向股東大會要交代那你明年怎麼辦？才叫開源節流，想辦法找錢，想辦法壓縮開支。那壓縮開支的大頭就是裁員，所以一刀下去50%，但是傳言還有30%的，這些多少不重要總之這一大刀砍下去，意味着多少人失業這個貝殼找房，它的全國的員工將近20萬呢，50%就是10萬呢，對吧？30%就是6萬，總之大幾萬的人在這个寒冬中失去了工作，這就是殘酷的現實，對吧？還有其他的悄悄的進村，打槍的不要，對吧？悄悄的裁員的那就多了去了。我們看這個經濟下行最難的不是農民，而是城鎮戶口人員。他這個文章對一半為什麼說對一半呢？就是說這個作者很有可能對農村不了解，跟很多城市的那些自媒體或者是城市的那些居民一樣，他對農村基本上不了解，全部是自己在意淫。但是他對城市了解，城市的各種艱難，各種失業之後的這種窘境，他知道。他描述了這個籠罩在縣城生活裡的焦慮。什麼焦慮呢？老家縣城的房子掛了半年，降了15萬，還是沒人問。房地產沒有流動性就你降價都沒人要。老公公司裁員，跑外賣都要靠搶，一些店鋪門口甚至坐着10幾個外賣員等着未知的訂單。在縣城裡面訂單估計更少就是送外賣的人多，吃外賣的人越來越少。孩子小升初，花錢進私立學校不甘心，公立又怕跟不上，畢竟縣城就一個縣一中，周圍所有村小和鎮小的孩子都擠破頭往裡衝，而分配給縣城小學的名額也只有區100-200名，花了2代人的代價從農村遷到城裡，留給孩子的只有一個繼續向上躍遷的路，怎麼能在教育上落後呢？這就是縣城裡這些人夾心餅乾這種焦慮。說到這裡面有個叫詹姐的今年42歲，父母是上世紀90年代縣城粮站的職工，這顯然是個80後他從小在城鎮戶口的優越感裡長大，覺得比農村親戚體面，可如今這份體面成了壓在了胸口的石頭。家裡唯一的收入來源是老公跑外賣的工資，每月除掉房貸、孩子補課費，剩下的錢連買件羽絨服都要掂量半天。在經濟下行的大背景下，但是我們總習慣把目光投向2個極端，一邊是農民有土地兜底，就算遇到失業，回家種點糧食蔬菜也能自給自足；另一邊是大城市白領，雖有房貸壓力，但職場選擇更多，抗風險能力相對較強，卻鮮少有人注意到夾在中間縣城城鎮戶口群體正陷入上不去下不來的生存困境。什麼困境呢？說他們沒有土地作為生存緩衝，又抓不住城市發展的紅利，像被夾在齒輪圈的碎石，進退兩難。我為什麼說這個作者他對農村不了解呢？他農村的這些都是他意淫出來的說農民沒有工作，
回到農村就能自給自足，這叫意淫。回農村那叫等死，混吃等死啊！中國的農村啊，人均土地耕地啊也就1畝，東北多一些啊，東北例外。我给你多算一點，对吧？我给你算2畝，你2畝地，你一年能賺多少錢呢？2畝地租給別人，一年的租金大概就600塊，你有600塊錢收入。這2畝地你說我不租，我自己種也可以，對吧？小麥2畝地撐死了啊，你精耕細作2000斤，亩產1000斤嘛，你這是精耕細作的啊。如果你說用機器收割啊，那亩產800，那小麥多少錢一斤呢？1塊多啊，2000斤多少錢？反正到不了3000塊，這是一季，对吧？你說我再種什麼其他的啊，比如油菜什麼之類的套種嘛，我再給你乘以2，就是6000塊，你一個人在家一年6000塊，往死裡乘啊，就這麼多錢，這還沒算成本呢。說你種子、化肥、農具這些投入，你一個人種2畝地那也夠累的啊。你如果你要用機械的話，那還得交錢呢，对吧？那大机器過来給你割一下，你不200塊沒了。打藥，对吧？你用無人機打都要花錢，對吧？你净收入啊，就是你總收入只有6000塊，你剩下的都全是開支。你說落到你手上有多少錢？這是一年的收入啊。你在县城裡面，你在城裡面送外賣，你就是懶一點，对吧？一天送7個小時，那好歹能賺100塊吧，一個月3000塊，刨掉房租1000，对吧？吃喝1000，你還能攒1000，一年下來攒12000，你在農村裡一共就6000塊。所以這些人他不懂農村啊，就是都是在自己那意淫。有很多人啊，动不动就覺得他回到農村还就能活下來，好不容易從農村走出去的，他還回到農村，他還下鄉，這都是受那個三農專家這個毒害，你知道吧？我爸在家啊種了半畝地，這個半畝地是什麼來的呢？是我們家以前那個就像院子一樣的啊，以前是那種用來曬稻子什麼的，我們家正经的耕地啊全部租給大戶去了，好像一個月一年250塊錢1畝，然後他就把那個以前的用來曬麥子、曬什麼玉米的农場地啊，屋前的啊，他把開墾成土地了，然後還編上邊角料什麼的，总共啊不到半畝地，他全部種菜，菜是經濟作物啊，比種麥子收入還要好一點。但是种菜很累，对吧？各种菜套着种，然后也要不停的浇水，不停的除草，一年下来啊，收入2000塊，這也不算種子，也不算什麼電費、水費都不算，半畝地，1畝地你就算4000，2畝地就是8000，這就是你的收入啊，這是總收入啊。但是你一個人要種2畝地的菜，那就可以說是非常辛苦啊，比那個送外賣要累啊。所以我一直說啊，你哪怕在城裡找個保安幹，也別回家種地。這個還說的是風調雨順啊，你像今年河北、河南、陝西、山西、山東很多地方是吧？秋收的時候趕上連綿不斷的下雨，連下40天，很多玉米，很多对吧，全部爛在水裡啊，花生。只有什麼人會回農村呢？就是那些老弱病殘，他在城裡面確實沒辦法。還有一個什麼呢？還有一種就是有一技之長的，有點能力的，這種人恰恰啊，他不光是在農村，他在別的地方他一樣活得很好。他到農村也不是種地或者是農業只是個由頭，搞流量，農村只是他搞流量的一種手段。你比如說那個最近比較火的這個安徽阜陽一個農民啊，叫鲍曉光，他實際上他就是個裝修工啊，現在房地產也不行了，裝修沒活，對吧？結果這哥們兒突發奇想，回家拍短劇啊，拍那自媒體就是叫土味三國，然後他的演員都是他們村的老頭老太太，主演就是他，導演也是他，拍的還挺火。這些叫人才，他回家也不是種地，對吧？人家回家是做自媒體，即便這樣他也不賺錢，賺了流量賺不到錢，雖然很火啊，但是他呢這個直播帶貨那就遭到抵制，很多网友就說你初心變了，對吧？你这個變了啊，我們來看你不是看你帶貨的，關鍵人家也要賺錢呢，人家養活那麼多人呢，對吧？也要吃飯呢。所以說啊，就是說賺錢不易。看我節目的啊，一定要記住了，不要老想着回農村好像是你的退路，回農村是死路，是徹底沒希望了，對吧？農村部都號召防止規模性的返鄉置鄉，你什麼意思啊？你一回去就沒事幹了，你就完了，你知道吧？文章說啊，說縣城經濟越來越空心化，說阿強父母是縣城老國企職工，上世紀90年代，父母的工資能讓家裡過上頓頓有肉的生活，他帶着城鎮戶口的光環，在農村親戚面前抬着頭走路，可如今再回縣城，曾經熱鬧的紡織廠、化肥廠早已倒閉，廠區的紅磚房爬滿了爬山虎，只剩下幾個看門人守着空蕩蕩的院子。他這說的也對的啊，就是他關於城鎮的描寫啊，似乎是那麼回事啊，但是他不了解農村。現在縣城的這種低端的產業啊，早就沒有了。上個世紀80年代啊，我記得各個縣城都有紡織廠、化肥廠，然後那個時候因為他工人不足啊，他就從農村招工，從農村招工，招個工人過去啊，就相當於你
你轉正了，你從農民戶口啊變成城鎮戶口，叫農轉非，那這個不是隨便招的啊，你得托人找人，找親戚，找關係，還得給錢，最後把你招進繁殖場當了一名女工，你身份就改變了啊，你就不用是農民了。那是上世紀80年代，但是现在呢，对吧？这些企業早就倒閉了，大部分县城啊沒有什麼企業，都是叫公務員經濟。後來趕上繁殖場，都在賣地，地一賣，政府有錢，一有錢，圍着政府轉的這些啊，就都有了錢，所以看上去紅紅火火，實際上它沒有支柱產業，對吧？但是不是說所有的地方啊，欠發達地區是這樣子，長三角、珠三角呢，那人家縣城經濟很發達，人家一個鎮都有一個上市公司啊，一個鎮一個，有的一個鎮還2個。說縣城近年來也引進了一些企業，但大多是勞動密集型的加工廠，要麼是需要高學歷的技術崗，要麼是月薪2500的流水線務工。阿強大專畢業，學的是市場營銷，既夠不上技術崗的門檻，又拉不下臉去流水線，在縣城的熟人社會裡，城鎮戶口體面成了枷鎖。很多都像阿強一樣的年輕人，被城鎮戶口舊觀念束縛，不願從事體力活，又找不到匹配學歷的工作。更殘酷的是，縣城工作機會剛性短缺，遠比想象中嚴重。去年某招聘平台發布的縣域就業報告，縣城平均每10個求職者僅對應3個崗位，其中70%還是月薪3000元以下的服務業，且大多不繳社保。有網友說啊，他今年38歲，在縣城最大的超市做生鮮區管理崗，月薪4500，要管2000多個員工，從凌晨4點驗收蔬菜，到晚上10點關店盤點，一天忙得腳不沾地。今年經濟下行，超市的生意不好，營業額下滑，老板直接砍了他1/3的工資，連理由都懶得找，直接告訴他想幹就繼續幹，不想幹就轉崗。後來他想轉行，才發現整個縣城除了超市、餐館和房產中介，幾乎沒有其他選擇。房地產不景氣，中介門店倒了一半，餐館生意差，連服務員都在裁員。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在縣城待不住，就算從大城市回來躺平一段時間，最後還是要離開，這就造就了縣城的年輕人越來越少，縣城越來越空心化。實際上啊，這個縣城的這些年輕人遭遇啊，他們只能向上求解，他們只能往北上廣深啊、杭州啊、成都这些地方去那兒討生活，而不是向農村求解，是吧？體制內的崗位成了香饽饽，但競爭慘烈到讓人絕望。說阿強的表妹去年考縣城的事業單位，招一個報了800多人，筆試成績出來，他差0.5分進面試，哭了一整晚。我爸媽都是老師，從小就告訴我要考編制，可編制哪有那麼好考？表妹說啊，她已經考了3年，花光了工作攢下的積蓄，現在只能靠父母接濟。這種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場景，在每個縣城都在上演。體制外的工作朝不保夕，體制內的崗位一崗難求，城鎮戶口人員的就業之路越走越窄。他還沒說，體制內的崗位不僅一崗難求，也面臨着朝不保夕。沒有什麼是永恆的啊！比工作啊更棘手的是有價無市的房子，這幾乎是每個縣城城鎮家庭的心病。這2年縣城房價跌回10年前，新聞頻頻上熱搜。河南某縣城甚至出現30萬買120平米的房子的案例，山東、安徽等地的縣城也有不少樓盤打着首付5萬的旗號促銷，但即便如此，二手房依然難出手。這個確實這樣的啊，這個給很多人造成這個誤解啊，就是很多人認為我們縣城的房子沒跌，沒錯，主要是因為没有成交。這縣城的二手房子很難成交，對吧？很多縣城啊，一年二手房成交说不到100套，你弄啥？沒有流動性，新房偶爾賣一賣，所以顯得好像它房價沒跌，實際上是沒有成交，沒有流動性啊。阿強2019年花80萬買的學區房，當時正是縣城房價高峰期，銷售說啊，學區房只會漲不會跌。他本着投資的想法，貸了30萬買下這套房子，可如今同小區的新房均價跌了近30%，他的房子掛牌65萬都無人問津。有中介跟他說啊，要是真想賣，至少得降到40萬以下。即便這樣，也不能保證馬上就能成交。80萬買的房子現在腰斬啊，40萬以下賣，這還不一定保證你能快速成交。我這房子要是賣了，虧了錢，相當於我不吃不喝幹5年，可不賣，每月1500的房貸，雖然聽着不多，但是以縣城的收入來說，還是壓力巨大。他想着把房子租出去，緩解房貸壓力，可縣城的房租啊，就是租房需求極小。縣城裡的年輕人要麼去大城市打拼，要麼往家裡的住
老房子，很少有人租房。他把房子挂在租房平台上，月租从1500降到1000，才有人来看房。对方还嫌貴，說縣城租個2居室800都算高的。最後房子沒租出去，還倒貼了幾萬塊的裝修費。然後就是縣城的這些人啊，還面臨着孩子上學卷教育，這個實際上都一樣啊。縣城的人，你就是退到農村，你的孩子難道不卷教育嗎？難道你讓他一輩子在農村嗎？對吧？人人都面臨着進階啊，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啊。你往農村退，那你的孩子就從農村開始再進一回縣城，從縣城下一代是吧，再進省城，再下一代去北京、上海或者國外，你要3代人努力啊。你在縣城裡面你喊累，那你回到農村，你只会喊更累。你的孩子在镇小学上学，那個教育水平肯定比縣城的小學要稍微差一點，這個能理解吧？所以他這個文章寫的主要是縣城裡面的那些城镇戶口啊，高不成低不就，就是他認為啊，比農民還要差，實際上再差比農民要強。你是縣城的城镇戶口，你以後退休啊，比這個農村的這個農民啊，不管怎麼說，待遇要高一個檔次。或許啊，你打工对吧，也沒有交社保，或者社保交的不全，交一交停一停，停一停交一交，這個過程中很多人都這樣啊，對吧？上一次找個工作，單位比較正規一點，社保交了，下一次找個餐館的工作，沒人給他交，斷了。很多啊，這個縣城的職工面臨這種情況，但是都有政策，到臨退休的時候允許他一次交清，把以前沒交的補上。個人啊，你把一補上之後啊，你每月退休金比那農民反正高得多，對吧？農民就是補，農民也可以補啊，農民就是補，那比你還低一個檔次。所以不要羨慕農民，總覺得好像農村是這個城鎮對吧，待不下去的，可以回到農村。農村是回不去了，因為他根本就養不活你。如果你在農村对吧，你能把自己養活，你有这份勇氣啊和能力啊，那你在城裡面根本就餓不死，你活得不會差的。我以送外賣為例啊，你種地比送外賣還要差。有人說，那你種地對吧，自己管自己，我自由，送外賣也很自由，沒人管你，你跑10單、20單、50單都行。農民其實不自由啊，有很多人認為農民自由，農民是靠天氣啊，對吧？過了那個季節，過了那幾天，你再種就不行了。等到收割的時候，時間窗口是吧，就那麼幾天，你要不收割對吧，你要磨叽一下，正好趕上下雨，收成就沒了，哪有什麼自由啊？還有老天管着呢。真正種地的農民都是早上4點起床，天剛亮，對吧？你看似自由，實際上人家是跟着這個太陽日出，對吧？日出這個而做，對吧？日落再回家。我覺得啊，農民沒有跑外賣自由。你跑外賣，你說我累了，我歇一會兒，我不接單了，對吧？這2小時我在這睡一會兒，完了之後我再打開再接單，搶，對吧？各有各的難處，但是跑外賣比做農民要強。另外一篇文章說啊，經濟下行，提前回家的人逐漸多了，說的都是經濟下行啊。現在這叫經濟下行了。今年的秋天啊，跟往年不一樣，路邊梧桐葉子還沒有黃透，村口的年輕人卻比往年多了起來。以前他們可都是要等到年30才回來的，說白了就是那些托尼的吧，什麼 Mary 都回家了唄。這個秋天提前回家的人好像特別多，朋友圈裡以前曬加班、曬出差、曬旅遊團建，現在曬家鄉的公園、路邊的小吃，從北上廣深的寫字樓和產業園，那些曾經的高薪崗位悄然退場。時代的一粒沙落在普通人肩上就是一座山，但經濟下行、工廠倒閉、企業裁員不再是新聞裡的遙遠詞彙，而是許多人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工廠裡的螺絲釘也免不了被擰下。鄰居阿黃之前都是在溫州一家鞋廠流水線上上班的熟練工，說前幾年啊，廠子效益一直不錯，每個月都能掙個12800的。這2年廠子訂單突然減少，隨之而來的廠子也在逐漸減員。阿黃因為在廠子裡幹了很久，跟了老板很多年，老板一直沒捨得裁他。到今年10月份，廠子實在是挺不住了，房租、水電費用賬單像一道道催命符，正加速厂子破產。終於有一天，老板把他叫了過去，說不準備幹了，現在經濟環境這麼差，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好轉。廠子到月底正式關門歇業，按照大廠的說法就是畢業了。說完，給了阿黃一個厚厚的信封，說感謝他這麼多年辛勤付出。阿黃一時間還沒反應過來，廠子說沒就沒了。他遲疑的接過老板手裡的信封，感覺沉甸甸的。第2天便打包好行李，離開了
那待了很多年的陈氏，这个实际上就是有时候企业倒闭或者企业经营不善，遇到困难裁员，有的一看年底了，赶紧回家吧，歇一陣子，明年是留在老家還是出去再打工，阿環一時間還沒想好。35歲的互聯網人，從核心部門到整體優化，初中同學小李裁員通知來得平靜而突然。周一剛帶隊完成新版本測試，周三 HR 就約談了，理由是公司戰略調整，部門整體優化。又是畢業他在那知名互聯網公司工作了7年，從工程師做到了技術經理，卻在自己覺得巔峰之時被迫離場。原來以為被裁的會是績效墊底的人，沒想到整個業務線都被砍掉了。他所在的創新業務部在集團降本增效大旗下首當其衝，在成本控制面前，再資深的員工也只是一串數字。獵頭電話從每周2-3個變成1個月不見一個，銀行卡人的數字只減不增。堅持投了3個月簡歷後，小李做出了10年前不敢想象的決定，帶着全部家當從北京回到了家鄉。提早回家對小李來說不是衣錦還鄉，而是一場現實的妥協。不過他也發現在家鄉的機會比想象中多，雖然薪資腰斬，但房價只有北京的1/3，終日有時間陪孩子，這可能是裁員給我的意外收穫。教培精英，行業寒冬，從月入3萬到打包回鄉。侄女小月在教培行業深耕多年，最高時月入3萬，在北京朝陽區租着精緻的一居室，以為生活會一直這樣向上走，直到雙減政策落地，公司裁員50%，他也在名單裡。不是我不行，而是整個行業都不行了，投出去的簡歷如同石沉大海，偶爾有面試，開出的薪資還不到之前的一半，堅持了半年，感覺沒啥希望，他終於訂了回家的車票。房地產項目停擺，從區域總監到返鄉青年。說這個學長趙勇作為某知名房企區域營銷總監，曾經輝煌無限，團隊最多時有40多人，年銷售額數億。然而行業寒冬，項目停擺，整個營銷團隊被裁，以為只是暫時調整，等市場回暖還會被請回去。趙勇等了整整1年，等到的更多是房企暴雷的消息。45歲的他在就業市場成了高齡人群，最終決定帶着積蓄回家鄉。我們總以為行業增長會永遠持續，卻不知盛極必衰才是常態。現在他和朋友合開了一家諮詢公司，專門為本地開發商提供營銷服務，收入不太穩定，但終於不用擔心被裁了。都提早回家過年了但是對每個人可能選擇不一樣。對鄰居阿黃來說是從日復一日的重複工作中釋放，重新思考就業方向。對同學小李來說，是從虛幻的忙碌回歸真實的生活。對侄女小月而言，是告別了依賴的平台，開發自己的特長。對學長趙勇，則是從行業泡沫中清醒，尋找個人事業的新起點。為什麼今年提早回家的人特別多？從表面上看，這都是企業經營不善導致了破產和裁員，但背後可能是更深層次的社會經濟結構轉型。首先是行業過度擴張後的收縮，互聯網、教培、房地產這些曾經創造大量高薪崗位的行業，在經歷了野蠻生長後回歸理性，但資本退潮，泡沫破裂，人員過剩成為必然。其次，全球化衰退帶來的連鎖反應，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國際環境變多，讓許多依賴海外市場的企業不得不收縮戰線，之前被視為核心的部門逐漸成了雞肋。最後，中國經濟正在經歷艱難的轉型陣痛，從投資驅動到創新驅動，從規模優先到質量優先，這個過程必然會影響到不少人。舊的工作在消失，新的崗位在誕生，但二者銜接需要時間，也需要新的技能。經濟不會永遠繁榮，經歷過這次，他們或許明白，真正的穩定不是從不變化，而是擁有應對變化的能力。這個說的倒是比較實在客觀實際上呢，就像房地產一樣的，我們每個人要放棄幻想，拋棄幻想。即便未來這個經濟轉型成功，對吧？科技成為這個未來的這個方向，創新，那跟我們大部分韭菜沒有什麼關係。也就是大部分韭菜依然面臨着轉型，面臨着重新選擇。這些科技的發展能不能
能創造出更多的崗位，這都要打個問號，是吧？短期看，它甚至會消滅很多崗位，它很有可能會創造出很多服務行業，這個還有待觀察。實際上，我一直認為人工智能科技的發展會讓財富更加叫分化。實際上，就像馬斯克那樣的，對吧？人工智能科技發展的越厲害，馬斯克越有錢，馬斯克的這個薪水他跟董事會对赌，对吧？1萬億美元，就是他做到了他就1萬億美元。實際上，馬斯克就是個縮影，而更多的，對吧？像硅谷的那些碼農、那些精英，實際上是面臨着失業。亞馬遜就裁掉3萬人，對吧？硅谷現在都在裁员，裁的都是这些，也是精英呢。如果未來，对吧？這個機器人用的越來越多，很多擰螺絲的也沒有工作崗位。馬斯克自己就說了未來10年還是20年以後人類不需要工作，那就你不工作，沒有工資，沒有收入，那極個別的資本家，對吧？就是說這些企業家、創新的，他們有錢，那你沒錢怎麼辦呢？你等着政府救濟吧，對吧？政府給你發錢，這不就考驗了這個執政能力嗎？怎麼發？這個說的太遠了也就是說，在一段時間內，這個科技的發展跟我們韭菜關係不大，因為它並不能創造更多工作崗位，反而還要跟我們爭奪工作崗位。而你的這個分配機制，對吧？現在有很多诟病，所以只會加劇貧富分化，富的越富，窮的越窮。那怎麼辦呢？向農村找解決辦法，這個是下策。這個我在節目開頭就說了，你還得去大城市，去省會城市，去杭州、成都，去北上廣深，這是第一個。哪怕是擺地攤，對吧？哪怕是當個服務員、當個保安都行，都比做農民強第二個呢，對吧？年輕人可以選擇去國外，去那些勞動力貴的地方。歸根結底咱們這兒勞動力太便宜，留給勞動力的這個價格太低。不是說我們的生產效率低中國的一個勞動力它的每天生產產出不比美國和歐洲低甚至還比他們高，但是分配给勞動力的太少，對吧？大頭拿走的太多就是你產生了100塊錢的價值，大頭拿走60，企業拿走30，給你只留了10，就這麼個概念。在美帝，對吧？西方國家，大頭拿走10，企業拿走40，個人有50，大概這麼個比例那就是人工貴嘛。所以呢，你就得想辦法就去這樣的地方。你去那兒，哪怕是當個藍領，也是送外賣，對吧？也是幹苦力活，你賺的比在這兒的多得多。所以說這個農村你只能想一想，回不去的農村真正能回農村的只有胡錫進這樣的人，對吧？有固定收入還不低，到農村，對吧？當老爺，他不以種地為生種地只是陶冶情操，養花，對吧？弄草。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